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个风台也未定落，台东富冈的海边啊，都已经感受到威力。气象署讲，风台中心上强的阵风会达到17级，海涌有8米悬。啊，这个17级的阵风破坏力到底有偌大呢？去年的小犬风台，咱署就是来讨17级的阵风，结果甲真侪人家厝的厝遐总掀掉，全岛大停电。啊，2016年的莫兰蒂风台，金门嘛是吹17级的阵风，结果甲金门将近500万丛的树啊总吹到威力惊人。山岛人未曾定了，富冈的海岸就出现大涌，台东的堤顶透早就好这大涌叫精神，但袂赴出任。虽然涌真恐怖，也无议员有人要去看。这一种感觉的话，你会觉得那个浪好像在你的前边的话，你会感受的话很深。是讲安全第一，大部分的人都唔敢想挖海边。大涌有7公尺悬，好这个八倍多这个矿砂船伫淡水外海入水起去，19吨悬掉伫船顶真惊险。海巡署甲空勤的总队赶紧去救人。不过风台唔那是人更大涌尔，也有超强的阵风。明天以后，台湾附近各海边平均风力会增强到11到12级，阵风会13到14级，尤其台风中心。平均风16级，最大阵风17级以上。如果它明天在登陆南部地区的时候，其实这样子的风力结构就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的朋友。这样子的风速它的强劲是令人担心的，所以南部的朋友要特别小心。3匹门做一摆吹走去。昨天从家里逃出来，都是铁皮。中风一个扫过，无几户的厝顶是完全的。去年的小犬风台吹17级的强阵风，全岛拢失电。咱属中海教室和小犬舞甲真正咱，岛啊椅啊窗门连大门拢总动到塞外。2016年，莫兰蒂风台共款以17级的强阵风的威力扫过金门，吹到将近500万丛树啊，渔船啊嘛好吹甲咧烧浪并去，天后宫嘛变成长泥倒壁，连石屎拢挡袂牢，摔倒在地。虽然山岛预测路线会为南部登陆，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嘛提醒北部乡亲爱细致，因为台北部分的地区嘛出现7级风，台北盆地有可能和外场风潮进入，共款的感受到狂风的威力，风台天尽量卖出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